来看高雄捷运的黄线 Y3站和丁清湖运动休闲园区的都市计划边境，今仔日伫咧内政部的专案小组进行报告。不过，居民甲环团指出，这个扣水的小白湖过去因为开发已经封屯9成起来啊。历史红山沼青这块地区常常会出现淹水的灾情，所以呼吁得要停止继续开发。这是我自己的家，小型的滞洪池。这是厝内种水的情形，这是高雄凤山文德里里长的厝。这地面不是受风台影响，是一场强降雨所造成。里长讲，作为地方公园用地小白湖，陆续分掉了后，凤山区就常常浸在水内。这是全台湾最有名的冰山街的淹水状况，下大雨的情况而已啊，这不是台风。管我们一个小北湖原有的滞洪的空间，不要再随处挖什么滞洪池了。真实的集水区是澄清湖的水源保护区。集水区375公顷，加上小北湖的20公顷集水区，这整区的雨降下去，集中在一个口，会变成山洪爆发。即马捷运外山站办理联合开发计划，原来水花甲地方公园面积拢减少，在地居民甲环保团体烦恼，未来造成中段甲水尾严重的浸水危机。所以自日早起，伫都市计划变更案会议进行，搁一摆呼吁停止开发。因为文德里本来就不在这个集水区里面，但是因为如果这个滞洪池施工，它的效果只有加分而没有减分，量体缩减一半，缩减下来的面积就当作公园使用，公园跟滞洪使用，公园的面积又在增大了。市府指出，文德里甲计划范围的沼青区，伫无共款的水区，计划开发了后会增加蓄洪量，分担减流，未安尼造成淹水，而且绿地公园无减少，经由检讨不利用的设施串联整合，亦破面了后，比即卖绿地增加1倍。甲这个进程会议有关咧进行当中，记者综合报道。